今天开始，你就是他特别助理了。另外，顾总还给大家调了薪，员工的工资增加。顾总，常副总好。顾总，你看他们的发布会非常成功，下面的员工也都非常辛苦。我了解过，基础人员都很久没有调薪了。你看是不是？常总，我们公司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在同类型的公司里应该拿不到这么高的薪水。咱们的劳动强度也是最大的呀。哼，常总，你要知道，一年有365天，52个星期，每个星期休息2天，只剩下261天。你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，去掉170天，还剩下91天。每天下午茶时间用掉半个小时，去掉23，只剩下68天。你每天午餐用掉1小时，又去掉了46，只剩下22天。公司每年有2天的病假，这样只剩下20天。公司每年还有5天的节假日，最后只剩15天。公司还会慷慨地给每个人每年14天的假期，最后你只工作了1天，你还好意思跟我提加薪？顾总，话可不能这样说，我们员工的账不是这样算的。南宫，你是谁呀？公司新进的员工叫南宫琉璃。南宫琉璃，怎么这么熟悉？好，你来说说应该怎么算。公司每天8点半上班，我们8点钟就要出门，这段时间应该算我们为公司工作的时间，但并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每天下午5点半下班，我们最快6点钟到家，这段时间也没有人给我们钱。公司要求上班不能随便穿，要穿衬衫、西装、西裤、皮鞋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去支付。工作的时候每天要对着电脑，对眼睛伤害很大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还要我们自己花医药费。为了工作损害自己永久的健康，公司并没有给任何补助。工作强度大，工作时间长，每天腰酸背痛，我们还要自己花钱去按摩、买药膏，公司也没有给补助。公司有什么事情，上面您一句话交代下来，我们就要去完成一份让您满意的企划案。有的时候睡不好觉，甚至做梦都是这些，这个应该算加班吧？为了好好工作，还要搞好员工和客户的关系，有的时候呢，还要买一些小礼品、小纪念品，这些都要我们自己花钱。顾总，您说我们应不应该要求加薪呢？对呀。南宫，怎么跟顾总说话呢？顾总，新来的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裙子不错。这么大事啊！好了，这个事儿咱们也别掺和。哎，我说南宫，那可是顾总，这下他肯定生气了。你怎么这么胆大啊？就是啊，南宫胆子也太大了。可怎么办？那个南宫琉璃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是我当初的竞争对手。当初的竞争对手？可是我不认识他，我怎么帮你对付他？我才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呢！你既然顶替了我，就要替我把身边的问题都处理好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我确实是来顶替你的，可是你没有说我要替你处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而且我根本就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办法。你一定会有办法的，除非你不想见到你妈。哦，对了，妈最近情况挺好的，你别担心了啊。贺锦熙，你这个人讲不讲理的？怎么办呢？南宫琉璃，请收拾你的东西。李经理，南宫也是替咱们着想，你也不说去顾总那说个情，他也是年轻，
一时冲动。话太多了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？刚才顾总下了调令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他特别助理了。另外，顾总还给大家调了薪，员工的工资增加10%，先别急着高兴啊！还有一个好消息，大家年假的天数呀也增加了，而且是带薪休假，欢呼吧！南宫，我们有今天啊，全得谢谢你。是啊，以后可得叫南宫助理了。就是啊，南宫，这是好人有好报，你可是我们的大福星呀！哎呀，对呀对呀，哎，我提议啊，今天晚上我们给南宫庆功，请他吃饭怎么样？好，今天晚上我请客。今天晚上我请客。锦溪啊，过来坐坐吧。奶奶，我一会儿来啊，我在给你削水果。每天早上上班7点半，每天下班还要1个小时，还要经常给客户买小礼物。嘟嘟囔囔的干什么呢你？哦，奶奶，今天公司新来了一个女员工，说了一些我不太喜欢听的话，但是我后来细想了一下，她说的挺有道理的，而且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能力的人，所以我把她提升为我的特别助理。像这样有能力的人呐，是得给他提供更多的机会。咱们公司现在啊，要多多培养人才。我知道。看来真的是来者不善呢，这么快就引起顾西城的注意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干嘛拉我来这里？想到一些以前的事情，不自觉就开到这儿了。琉璃，你现在在盛隆集团工作？对呀，我现在是顾西城的特助。他已经结婚了。我知道啊，结婚是可以离婚的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手呢？我为什么要放手啊？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，现在放手，我对得起我自己吗？我再也不想回到过去了。我走了。哦，还有，再也不要给我打电话了。琉璃，这不好打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最后一次。